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原来凸锤台语安尼写凸锤，凸锤嘛当讲凸锤。有一位专业的台语老师刘建仁，伊所写的册《台湾话语言甲理句》有来解说凸锤。讲动球的迄支球锤，一边幼一边粗，幼的这边用来弄球，若是弄无着，也则是虽然有弄着，但是弄了偏去，也则是球锤凸去，这个球练了无理想，就叫做凸锤。尾啊，只要是代志出差错，伫个无意间出差错、出状况，就叫做凸锤。譬如讲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代志，千万唔通凸锤。拜托，唔通过来凸锤呀！大家目睭是擘大大蕊，金金看，眼睛很大颗，台语安尼写，目睭真大蕊。凸锤锤锤啊，也就是锤啊，竹条或竹编。有一句俗语，枵鸡无位锤。这个鸡哦，若是枵到地，为着要抢食，拢无咧惊人摕锤啊来讲。枵鸡无位锤。后壁佫一句，枵人无顾面皮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凸锤实在真趣味。